那十分并非偶然的际遇，我们都来自世界的异域，站在那白羊时代的舞台，扮演着诸佛悲愿的印记。暮色又轻轻染红着大地，海里的浪花推弄着潮汐，徜徉在诗人慕德的情怀，砥砺在天地浩瀚无畏风雨。張老前人詞語：言故行，行故言。從前聖人對於言行非常注意，言故行，行故言。所講嘅話一定要顧慮是否能做到，所做嘅事必定照所講嘅去做，咁樣可以減少好多嘅錯誤。呢啲係修道人應當學習嘅。莊子達山篇上云：達山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。達係通達，生係生性，係講本性而言。情係實在嘅情形，要係能通達本性上嘅實情，就唔會去做本性中所冇嘅事情。本性中有嘅係乜嘢？冇嘅又係乜嘢？儒家嘅三綱五常、五倫八德，一切善都係喺自性中，將本性中嘅美德盡量發揮，係修道人當行之務。一切貪嗔痴愛係本性中所無嘅，要去除掉，因為貪念妄想先至會造成種種嘅苦惱。要係唔貪，就唔會生出煩惱。對於言行嚟講，都因為唔明白理性，先至會出問題。當有人鬧交時，常常聽到人講，大家理性一啲。若果能時常想到理性，一切事情都能圓滿。人人都有善良嘅一面，呢個係上天所賦予嘅，我哋要將佢維護好，並且擴散出去，使別人提升。咁樣道就可以擴展到每個角落。實在講，人人都係好嘅，人嘅壞係因物欲所造成嘅。為咗貪圖享受，人心先至會越變越壞。大家聽咗咁多道理，好咗幾多呢？一般人認為心好就好，何必求道修道？人冇求道，又唔知道，咁又如何歸根呢？道係根本。不求根本，唔通要流浪生死，將污濁世界當係永遠嘅屋企咩？一般人只顧眼前，不顧將來。要係真正嘅顧到眼前，咁就好啦。眼前係乜嘢？兩個眼睛向內看，咁至係真正嘅眼前。大家往往向外看，而不向內看。德不孤，必有鄰。向內看，亦都有鄰居嘅。就好似舊約聖經上講嘅，耶穌釘喺十字架旁邊有兩個強盜，兩個人，呢兩個先至係真正嘅鄰居。生死大事，佢哋先睇到，所以講根本不孤。睇見坐滿堂嘅同學聽到，呢個係我最歡喜嘅一件事情。但呢個亦都唔係隨便可得到嘅成果。
嚟咗台灣40幾年，用呢張三寸不爛之舌講咗咁多年，總算有幾個人同心同德，發揮本性，冇忘記自己嘅來源出處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但係做壞容易，學好難。譬如人喺河邊走，若果一唔小心跌咗落去，一陣間好快就沖走啦。要上岸嘅時候，要用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先至可以爬返上嚟。大家都係一師之徒，有人喺水深火熱之中，我哋應該伸出援手救佢一把，提醒眾生，俾佢哋真正做人，過真正嘅人生，亦都盡咗我哋為人應盡嘅本分。人需要互相幫助，而唔係單獨嘅個體，唯有互助，先至能創造大同世界。天地間一切萬物都係互相應用。我哋生於呢個時代，上天所賦嘅使命就係度化眾生。唔好忘記，我哋都係緣來子，千祈唔好貪戀後天嘅享受。享受係超過本分，本分有嘅就去做，本分之外嘅就唔去享受。所謂守本分，係講守住從根本分出嚟嘅一份，有多少得多少，不作分外之求。能節儉最好，金錢係唔能浪費，時間更唔能浪費。有時間多注意自己本性上嘅工作，動以度人，靜以度己，不作無聊之事。經常約束自己，刻苦耐勞，相信最後會回歸本位。大家要好好將本性管住，好似孔子嘅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修道人係修唔超出虛外，若果喺範圍之外，就係分外。孟子講不動心，後天眼看、耳聞、鼻嗅、口食、心想嘅，都係一種引誘，引起心動而沉迷聲色，心就越變越壞。修道人要以不變應萬變，內心常守住道心理性，所作所為合於理，合於道，又唔需要擔心災劫，因為修道只係要本性回歸原位。若果能全心一意修持，就會減少病魔嘅侵襲，除非係前世業力重，因為陽氣充滿咗，陰氣就會被趕走。好似陽光照喺白色物體，佢能夠反射出去，係同樣嘅道理。只要大家多行功立德，終歸會達到境界嘅。